进前台湾常常有恶性食品的新闻，塑化剂、缩水油，还有容易残留的地胶，迄逐项都看落惊啦。但讲台湾是美食王国，但是愈来愈歹为外观来分辨食物的真假。有一个传真久的红莲鱼卵的留言，听讲市面上真侪假鱼卵，而这个假红莲鱼卵做甲真实的一模一样啊，用看根本就看袂出来。不过听讲，只要一杯烧水，就会当分出真假安尼。真正红莲鱼卵下落水底，水会变白色的；要若是假的，迄杯水都会清清清，这敢真实的？ Work it。是不真假难分辨的留言，唔那一条呢？网络够流传讲，只要上山啊，还有指定的化学物质含做伙，就会当做出真歹分辨的太阳能。这敢真正有可能？哎呦，啥会是真实的，啥会是假？假敢会当变成真的？现代科技会当创造出什么款让你料想袂到的新闻呢？咱做伙来破解新闻真假留言。Work it。啊，总算是拢买嚼啊。无唔对，这边是关价，冰价，搁有熟价，红莲鱼卵均蓝属实。等下呢，咱就要来做实验，若是发现内底有任何一个红莲鱼卵是假，咱就等于是搁替大家找出一个恶心产品。无唔对。网络流传红的鱼卵甲下落烧水了后，水若变白色的，就表示讲是正港的鱼卵。啊，变啊乌盐随机买上来关价、冰价，还佫有熟价鱼卵，拄着烧水到底有啥个反应呢？一个一个来哦，咱先为关价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。甲拉拉拉拉。哎，有哦，白白呢，对啊白。白真紧就走出来啊。嘿，听人讲，这个鱼卵若是真的哦，拄着烧水就有白白，而且水会变甲落落的，所以 OK 是真的。过关啦。关价有影是真材实料，是真的。拉倒来。冰价咧，哦，伊嘛有白色落落会走出来呢。同款呢。啊，变啊乌盐所买上来关价甲冰价鱼卵，那根据留言所讲的，拢是有白色裸裸真正鱼卵。也剩落来这鱼卵，敢会因为讲因介绍较俗，结果是假呢？伊是假。无啦无啦，有可能是假。不过这个红莲鱼卵确实有较少。对哦，而且看起来较无水。诶，安怎？乌盐，这嘛有呢？嘛有呢。而且真多呢。对啊。哎呀呢？嘿，所以讲这有两种可能哦，一种就是咱买的红莲鱼卵拢是真的。另外一种就是用烧水来分辨红莲鱼卵的真假，是假的留言。唔对，用烧水分辨红莲鱼卵的真假是真的。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助理教授张佑维，专研究食品化学、食品分析。鱼卵真假留言，伊是变做分析呢？市面上卖的红莲鱼卵敢拢是假，就要专门调查后才会用得知影。也毋过用来确定恁拄则做的实验哦。遐个红莲鱼卵拢是真的。恁若是唔相信哦，我才有一盘假的红莲鱼卵。这是假。对啊，应该是真的啊。不过我详细甲看，敢若佫无啥共款哦。哎呀，互恁发现啦！甲看哦，顶头无一点圆对无？这盘假的红莲鱼卵哦，是阮实验室的同学做出来。因为阮实验室哦器材有限啦，所以只会当做出这种的红莲鱼卵。也毋过我相信伫咧市面上吼，若是有买到假的红莲鱼卵。伊制作的原理哦，应该是同款。那安尼，咱赶紧来做实验，烧水应该差不多好啊。对啊，咱会用同款的方式，用烧水来做一个检验。该下入去。哦，想要到老师所做的这杯假鱼卵，甲倒来烧水了后，竟然完全无变白色，规杯安尼清清清啦。要甲拄只迄几组鱼卵加烧水了，都随产生白色落落的反应，甲比起来，嘿，使讲是天差咧地咧。恁两个敢捌真卵？当然嘛有。卵卡落的时阵哦，拄着烧，卵清会变啥款？白色啊。这就是因为卵清内底有卵白质，啊拄着烧，伊就会变成变白色的。红莲鱼卵本身哦，伊是啥物？伊嘛是卵啊对无？所以会变白色是因为鱼卵内底有卵白质。啊，假的鱼卵内底无卵白质对无？听人讲哦，这个假的鱼卵食起来味较死咸，
那整个鱼卵食起来有迄种海产的鲜甜，这种方法敢有效？这个方法咯，就要亲身来体验看卖。啊，这是阮做出来的红鲢鱼卵，对哦，食一粒试看卖。这敢会老师当吃这敢会当会用的啦，放心啦。你莫甲我害哦我教过啊，来。啊，这食起来就是红鲢鱼卵的味啊！我感觉这是真的啦，对不？其实海产的鲜味哦，真简单就会当做出来，只要加淡薄仔合法的香精甲调味料吼，就会当做出海产的鲜味啊。拢合法，然后制作过程真安全。那有啥物恶心的红鲢鱼卵的问题？对啊，其实欺骗才是核心的部分啦。比如讲用乌心油或者是工业级的色素等等啊。哦，不过老师。你这个鱼卵安尼圆圆一粒一粒，到底是安怎做出来的？是亲像在酥圆啊，还是像人在煮粉圆？不是，其实咯，制作的技术就是使用目前真红的一种分子料理的概念。啊，分子料理。这个听到分子料理，大家头壳来一定真歹理解，讲这是什么款料理方法哦？分子料理是以科学出发的一种料理方法。对科学家来讲，所有料理都是各种无同款性质的分子组成的。利用食物的物理、化学这特性，将食物的分子结构重新组合，就会当创造出新的口感、新的气味，算是较现代的料理方式。干杯！哦，够有这巧克力呢？巧克力比薄糖。比比宝宝呢？比宝宝。老师，甲食物的分子结构定做。这分子料理听起来足神奇的。其实一点仔都无神奇啦。汽水甲咱拄则食的巧克力冰薄糖哦，因拢是分子料理的一种。啊？因嘛是分子料理？那有这么神奇啦？唔对啊。汽水甲冰薄糖巧克力是安怎是分子料理呢？汽水嘛是一种创新的饮料，在水内底掺二氧化碳，才做出汽水这种原本无存在饮料。冰薄糖的制作过程，就是将二氧化碳包在糖仔内底。所以将冰薄糖含在嘴了后，表面的糖就会豆豆啊扬去，冰薄糖内底气泡嘛释放出来，所以才会产生特别的口感。因拢是利用物理也是化学的原理所发明制作出来的食品。所以，把这个食物的分子定组，然后创造出完全无同的食物形态，这就叫做分子料理。老师啊，这个假的鱼卵到底是安怎做的？假的红鲢鱼卵哦，就是运用分子料理，常常用到一种技术叫做蒸球化。蒸球化这个技术哦，是会用把液体转化做球形。咱需要用两种非常重要的原物料，一种是氯化钙，另外一种是海藻酸钠。海藻酸钠哦，是为海藻内底抽出来。若是氯化钙哦，伊上重要的作用是提供钙离子。钙离子对食品加工哦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旦将液体变成球体蒸球化作用。其实就是海藻酸钠也有氯化钙所产生的化学变化。海藻酸钠拄到氯化钙的时阵，钙离子会取代钠离子的位置，而且将海藻酸钠分子之间的羧酸根离子甲砍掉咧，当然之间会产生交联的作用，也分子之间的连结性会变更较强，原来是变做加一个蒸球咯。哇！要做假的鱼卵爱穿这么多物件，对啊，感觉真麻烦的呢。老师要安怎做？其实做假的红鲢鱼卵哦，会用的真简单，嘛用的真复杂。就是看想要做的人哦，要做到外成啦。一般来讲，红鲢鱼卵会是什么色？红干嘛色呢？对，无唔对。所以咱家就有色素，有红色的是用色素，甲干嘛色的是用色素。然后红鲢鱼卵食起来是什么气味？有一点仔臭臭，有一点仔咸咸的味。咱这个时阵就需要用到香料啊，咱会用冷虾的香料吼。来，冷虾，冷虾，是真正为冷虾挑出来的。对，有海味，有海味对不？有海味，海味就重呢。基本上爱有水啦。然后把海藻酸钠加入去，加1/2安尼就好啊。刷落来，咱需要调色对不？对。五咸你来调看卖，莫伤济哦，安尼有可能会伤红哦。一点仔就好啊。安尼啊。对，干嘛色的嘛一点仔，冷虾香料，滴归滴，伊伫个内底就有气味啊。对，上重要伊会咸味对不？咱简单的用盐来处理就好啊。加盐就好啊。对，加一点仔盐，安尼咱就用个来加加。敢若你有认识？有啊。不过无像迄个
红莲鱼卵啊。无成对不？对啊，亲像两人。来个调色吼，你感觉应该加对不？我加红色，来个加一点仔红色，一丝丝。变成红色的红莲鱼卵，安尼嘛 OK 嘛吼？哎呀，免惊啦，都用这么济添加物啦，无得惊的啦。对，无得惊啦。变红菜头食吧啦。即马有一杯海藻酸钠的液体啊吼，只要加上淡薄钙离子，伊就会成型。对啊，氯化钙咧，迄刚需要加入去。氯化钙吼，咱拄则已经调好啊。哦。而且咱甲氯化钙液体吼，甲调做1/8的浓度。不过老师讲，海藻酸钠下落水内底流的时阵，会产生气泡，所以伊就专工提出已经放一缸的溶液来做实验。伫的时阵哦，咱的手哦，就爱稳。爱亲像外国医师共款，安尼一粒一粒甲滴上。研究一粒一粒的感觉呢。有影真奇就对，海藻酸钠溶液甲滴落氯化钙溶液内底，就会产生一层膜，变做一粒球。时间啊愈久，膜就愈来愈高。老师讲，这是因为海藻酸钠的钠离子，还有氯化钙的钙离子，一直伫高温做加热，这就是正球化作用。滴落了吼，咱大概就厉害。甲浸10秒到15秒的时间，然后用清水甲洗一下，吼，球形就出来啊。对呢，红莲鱼卵差不多就是安尼，对不？这边吼有色调了较深一点啊，这罐吼，会用做较大粒的。所以若是要做这红莲鱼卵大粒细粒，就要靠这个空的大小来决定，对看大小来决定。就要靠这个色素来决定，对。然后香味食起来的味，就交互这个香精来决定。无唔对，色较深的吼，气味会较咸。我是感觉这气味会较好。安怎？伊有别开的感觉，就甲真的同款。我食看卖。真好食，而且有青哦。哇，厉害！若不是咱亲目睭看到吼，伊是为咱的面头前一粒一粒烘做出来，佫就是伊是真的鱼卵呢。对啊，真正足神的，谁会知影讲这是实验室所做出来的啦？这个正球化作用，就敢亲像料理的魔法同款，会当做出以假乱真的红莲鱼卵。既然拢是卵，敢讲酸亚太阳卵也当甲正球化作用有关系呢？老师，你敢有听过一种用酸亚所做出来的太阳能啊？当然听过啊，酸亚太阳能就是阮实验室做出来啊。真的假？真实的，这个产品哦，嘛是运用正球化的技术哦来制作。赞啦！咱真正有影无找唔着人，会当一摆就破解2个留言。平安我嫌来个超市，真紧就根据老师的指示，备好了酸亚太阳能所需要的酸亚，也个优格了。阿兵，你伫遮创啥？老师唔是讲，咱会当选一寡无共的食材，然后来试验看卖，敢会当做真球？我咧想，既然要选，就选一寡较特别的啊，对无？你有啥物新的 idea？对嘞，蛤蟆。研究蛤蟆汤完成，请看。对无？就我食的。噔，蛤蟆。小款，你真歹想象用蛤蟆来做真球哦。干得袂歹哦。OK，同意。来。这2个主持人拿出了机会哦，都想要挑战更加困难的实验啦。除了要蛤蟆，想要做真球，也搁有要果汁、汽水，甚至是豆油，也搁有沙拉油，卖命有影。老师敢真正会当顺利接招，做出酸亚太阳能、饮料、调味料各种的真球呢？再来，老师你看，阮甲材料全部买回来啊！哇，这个材料看起来真趣味呢。趣味是无？有够较趣味的来。噔，蛤蟆，这无问题哈。当然无问题啊。安尼，咱即马先为酸亚太阳能开始。我嫌主管要来做酸亚两人，做酸亚两人头一步就是将几粒酸亚给下到一块一块，加入咧果汁机，然后掺水，再搁加海藻酸钠做伙，甲搅做酸亚汁。看这酸亚汁啊，高高款，是不是已经有两人的感觉啊呢？老师，咱拄则的红莲鱼卵是一滴一滴滴出来的，
啊，这个两磷是要用什么物件来做啊？汤匙啊，较细支的吼，譬如讲这种，就会当做鸟仔卵的卵磷。啊，较大支的哦，就是鸡卵的卵磷。若是想要做多鸟卵哦，嘛会用的哦，会用去做壳较大的。好，咱甲和起来吼。伫咧做的时阵哦，汤匙啊爱淡薄啊，溜溜啊，然后蝴蝶顶管。对，甲固定一下。有掺海藻酸来要酸一针，加落莲花介用的了后，果然无酸气啊，又出现一顶毛，看起来根本就是两人啊！那如果酸啊两人伫莲花介用的内底，时间伤过短，啊，就水甲好起来，安尼迄个毛只有薄薄一层，好起来时阵，迄两人有可能会破去。按咱这摆实验来讲，咱将酸啊两人甲下伫莲花介用的内底10外秒，安尼就等互伊结归完啊！耶！你看，细中的大，每一粒拢有伊的特色，对无？两清真简单啊！这个优格本身就是高高的，然后又搁是白色的，只要把这个优格等去这个立法的用药内底就会使啊，对无？唔对。啊！酸啊，交伊这个物件吼，无钙离子，但是优格咱知影伊是用牛奶做的，它本身哦就有真济钙离子。哦，原来是所以哦，要做煎球的时阵，就要利用反向的煎球原理，有钙离子的物件哦，等入去海藻酸粒的溶液内底。这个做红内鲜卵，还有酸两人的方法，拄拄啊倒边。大先是将要煎球化液体先来掺海藻酸粒，再搁下落去立化介溶液。大部分的煎球化作用拢是这种的。不过优格两人的煎球化是将本身有钙离子的这个优格，甲直接掺入去海藻酸粒溶液。主角同款是海藻酸粒甲立化钙，但是作用方向拄拄啊倒边，这就是叫做反向煎球化作用。耶！用反向的煎球化，就把这个两清做好啊，对无？真正足成的，你看伊的厚度。对啊，断。减一项物件。两年啊。对。两年咱拄则是毋是做好啊？冇对。就完成啊。咱个倒起来吼。对。哦，伊叮当呢？伊敢若会溜呢？对啊，老师。小看哈，因为两个拢是加一抗做伙哦，是真有溜的物件啦。哦。这个太阳能的两清跟两人，当然是要合作伙啊。所以讲，将酸两人放伫优格两人顶面，然后再下落去海藻酸粒的溶液内底，和两清跟两人合体，安尼才成真正的太阳能。然后加一寡巧克力酱，加做是豆油。哇！豆油哥，哇，足香诶，足够水诶。即马就是甜的点心吗？老师，我刚刚当食看卖。当然会用啊！你一嘴就食起啊呢！哦，果然厉害哦！贵死人去！看平安我有咩表情，就知讲这酸优格太阳能随甲食落去，真正是真过瘾。外摆是太阳能，食起来却是滋味啊酸甜啊酸甜，看起来甲食起来完全无同款的感受，创造出一种料想袂到的趣味。后来模仿太阳能的实验大成功。咱的酸亚太阳能大成功，赞啦！来，蛤蟆咧，老师。蛤蟆哦，咱就来做一个传统的，伫台湾哦，大家拢捌啉过的，蛤蟆汤，也毋过是用煎球的外形来表现。煎球。这边煎球蛤蟆汤的做法，头一步就要先煮一鼎蛤蟆汤，煮熟了后呢，将蛤蟆肉甲和出来，放伫圆形的冰甲鸭肉内底，然后汤内底掺盐，也搁有加另外一种会当提供钙离子的磷酸钙。然后搅匀了后，再将汤甲倒入去圆形的冰甲鸭肉内底冷冻。安尼是大约2点钟久了后，蛤蟆汤就变做蛤蟆冰甲，安尼就让人进行煎球蛤蟆汤的煎球化。耶！蛤蟆汤饼干已经做好啊！我已经摇着老师要安怎来做这个煎球蛤蟆汤啊！因为咱拄则吼有伫这个汤内底，会当增加钙离子的磷酸钙，对无？无唔对。所以等一下咧，咱甲这个饼干等入去海藻酸粒的溶液内底，等伊外口结一层膜，甲包起来就好啊！你真巧呢，阿斌。将蛤蟆汤饼干下落海藻酸粒当中。变到有影到豆豆形成一个薄膜，就敢若水煎球共款，有够特别了对。煎球蛤蟆汤完成啊！
这看起来效果真正足神奇的，而且所有人看到一定拢会问讲，伊是安怎做出来的？对啊，有够水的，会甲我把这个介绍起几啊倍对无？真是的。不过老师啊，这应该还阁凉凉的对无？这个蛤蟆汤不是应该爱烧烧啊啉才好啉？对啊，咱用微波炉来试看卖。哦，阁会当微波？迄阿兵佫真讲究，讲一定要啉烧蛤蟆汤啦。不过微波炉嘛真方便呢，10秒钟尔，烧烧的真球蛤蟆汤就好势咯。哦，烧的真球蛤蟆汤，老师，这是用加的，还是放去嘴内底就慢慢吃？我建议你一喙甲加落。放去嘴内底对无？别开，别开！小款，这嘛是好玩的感觉。这，有无？就儿。对哦，因为迄外口其实无啥物味，所以会感觉一个温温圆圆的物件伫嘴内底，啊加落去的时阵，吼，内底这个蛤蟆汤就冲出来，慢慢走出来呢。哇，有够鲜的，那会真好啉。足赞呢！这口感足奇妙的，真正有够厉害，我要搁食一粒。会使哦。会用吼，会用啊啦。这个真球化作用，若做做仿真的食物，红的鱼卵、太阳卵，还是讲全新创意料理真球蛤蟆汤，拢有真大的贡献。不过这真球化的技术，不是干用伫这食材哦，有真的食物拢有当摕来试看卖，看敢会当改变做真球。我因摕出准备好势，汽水甲柳丁汁要来做实验。亚兵是使用豆油甲沙拉油，到底因的真球化实验敢会当成功呢？咱继续甲看刷落去。有呢，哦，有一粒一粒的，我会敢若成功啊！对哦。我用的柳丁汁，也个汽水真球化实验，两种拢有做出真球，哦，实验真成功。啊，那阿兵的豆油甲沙拉油真球化实验，煞讲久啦。所以唔是所有的物件都会当摕来做真球对无？还是有限制。无唔对，有真侪限制。哦，海做酸辣无，伊是清水的物件，所以你若加油落吼，基本上也是油的特性。所以拄只滴落哦，伊就断开啊。对哦。啊，那豆油哦，因为伊伤咸嘛，内底的化钠哦，大概有12%，所以哦，就较歹结做一地安尼。安尼要安怎？我的餐厅就开袂落去啊。会啊，咱就做少油少咸健康路线。多谢你，你互我的餐厅又搁出现新的机会啊！随科技的进步，真侪食物敢若都有可能假做，也毋过假的食物无一定就是恶心，只要伊的成分有合国家的标准，而且店头家嘛有说明，安尼食物看起来甲食起来像真的，毋但会当创造饭道的 surprise， 嘛会当代表总破西的技术甲创意的展现。甲科学技术用伫个料理本身，毋是错误，是爱看人安怎用，甲用伫倒位咯。